喺絕大部分嘅刑事案件裏邊咧，控方有舉證嘅責任，要喺毫無合理疑點嘅情況下，證明被告人不僅做咗一件犯法嘅行為，仲要證明佢做呢件犯法行為嘅時候係有一個犯罪嘅意圖。不過犯罪意圖係喺腦入邊嘅嘢係睇唔到嘅。咁究竟控方又點樣去證明一個人腦入邊嘅意圖呢？呢樣嘢就要依靠環境證據，睇下案發時各種佐證，由法官去推斷被告人當其時有冇犯罪嘅意圖。舉個例子，有一個被告人被控非禮，話佢喺地鐵車廂入邊用手觸碰一位女士嘅臀部，被告人話自己只不過係唔覺意掂到嗰位女子，即係話冇意圖去干犯非禮罪。不過從控方提出嘅地鐵閉路電視錄影入邊睇到，被告人喺月台排隊時已經對該名女子上下打量，又好奇怪地喺排隊時刻意跟喺該女士嘅後方。入到車嘅時候呢，又有證人作證，指稱被告人喺好少乘客嘅車廂中刻意挨近嗰位女士，而列車喺行駛嘅時候呢，一直保持平穩，冇突然剎車嘅情況。該女子作證嘅時候又指出，當其時被告人嘅手唔係單單觸碰到佢嘅臀部，而係有用手指擠壓臀部嘅情況。如果法官接納控方呢啲環境證據，就好可能認定被告唔係唔覺意咁樣掂到嗰個女士，亦即係會推斷被告人當其時係有意圖咁樣去犯案。以上咧僅為一般資訊咧，不可當作法律意見。